苗栗漳落大水後，大湖山區車路有大量的土石落下來，加在是無人受困。也佇咧南莊山區路基是空氣，有11個民眾掉佇咧路營區，消防隊是倒送物資。好大水後是造成淹水的災情，苗栗縣府講會來補助，這個條件會讓放零認定。苗栗大湖山區七時暗時，台三線132公里南向水頭寮路段邊坡大量的土石要樹啊，因為大雨洶洶放來，加在無人車掉佇遐。公路局苗栗工務段初5繼續搶通，中道過了後已經雙向開放通行。除了山區出現路石以外，南莊的山區也路基漏掉，9位大人甲2個囡仔掉佇路營的所在，消防隊也所送物資入去。連通道路路基掏空，車輛無法通行。該一行人表示身體無恙，但缺乏物資，隨即配合南莊鄉公所一同前往露營區運送物資。也頭屋鄉3號區也因為大雨，水滿過布岸，沿岸有徛過淹水2公尺懸。民眾懷疑因為是國寶魚、南方魚的棲息地，3號區無好好來處理，才造成淹水。怎麼會淹水？已經30年沒有這樣淹了，怎麼會淹那麼大的水？苗栗縣長張忠錦講要甲中央協調，在保護國寶魚甲政治出入平衡。縣府也對徛過淹水來補助，淹水50公分以上一戶是1萬，100公分以上一戶是補助2萬。這擺也甲淹水29、50公分的住戶納入補助內底，一戶是5000。土石流流入去厝內底有30公分的，每戶是補助2萬塊。記者綜合報道。